他某人唔好食米食得好。台湾各地嘅小食，韩国系多样又单纯。臭豆腐系台湾美食的代表，炒饭系讲到中华美食，听说会有嘅。伊哋传统饮茶刘饮成，路屯伊能结合，做伊能有嘅臭豆腐炒饭。南北口味规模相同嘅肉酥饭，也听刘饮成嘅创意变口下，用甲变做松酥饭。刘饮成想要透过当时节的食材、创新嘅料理做法，而让大家对美食来认识台湾各地嘅民俗风情。乱剪拿后，泡饭中力低炒，片米干米管天食材，进炒，谈论出批豆小米。这是臭豆腐，你看我们的饭啊，就是基本上要炒到这样子不油腻，有没有？我们的油放的少，所以我们的时间就要多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小露露可以来个上面式的炒饭调上做。批豆嘅香米係正宗台灣米，也是咧調價過沙皮嘅土家粗豆腐炒飯。那这一道菜也是目前我们的招牌，因为很少人吃麻辣臭豆腐又跟炒饭结合在一起的，所以这个东西是又可以吃饱，又可以满足你对麻辣还有臭豆腐的欲望，所以可以说是3合1。創意料理唔單止安尼，調價希望將論式美食帶迎客入台灣。台灣有名嘅菜地小食滷肉飯，南北無同樣。我睇下只嘅羊肉丸松酥飯，就是咧到南北口味食到過年。那我们的双灶饭就是这样，一边南部肉燥，一边北部肉燥，然后中间有一层鱼松，然后旁边一点小配菜，让一碗饭可以感受到2种肉燥不同的滋味。但是你混在一起之后，又变成第3种滋味，所以叫做3重奏双灶饭。跟我们台湾那个嘛肉燥是很有名的哈，跟肉去结合也系动特别，我感觉是来紧紧会让人家嘛回味，动好吃。这个肉包是我们家祖传的，就是从阿公阿妈开始研发到至今，就是我们家在台南已经60个年头了。調價劉飲成係台南有名包圍店嘅第3台，因為包圍用料食材最出名。雖然同樣係賣美食，劉飲成對美食也有很高度嘅想象。所以來到台北開店，前台灣各地嘅美食，用創意重新編出台灣嘅美食地圖，希望透過當地嘅食材、屯新嘅做法，讓大家認識各地嘅風土民情。最主要是希望可以借由美食，带现在的年轻人认识台湾。那其实认识台湾这件事情，如果真的去上历史地理课是很枯燥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利用美食。客人除了借由吃可以更认识台湾以外，可以认识我们台湾的人文跟历史。其实小小的一个东西可以看见它后面的很多东西，这样子。这是我们的香菇跟杏鲍菇。出簡單的麻油鮮菇湯，但像麻油也嘅調味料，劉飲成卻有故事同人家分享。大家都以為麻油最好是在北港，其實北港根本不產芝麻，它只是早期大家喜歡把所有芝麻、花生運到那邊做煉油廠，那邊是最大的煉油廠，實際上它是不產芝麻。真正產芝麻的地方是在台南縣的安定、西港那邊的。用冰到嗰個地度變香，加入泡菜來炒，再用香油、冷湯、米酒米、薏米同長板豬冰入啲嘢，加出客家泡菜長板豬。阿爸係咪會用豬軟骨嚟開？冇皮肉咩唔怕呀？就算我們買客家菜，每一個咩啲合要要。梅干菜是本身它就是有鹹的，它是有鹹的。我们就是没有再放盐巴的话，把它放冰糖。我要也出客家泡菜長板豬，係因為調配香熱，泡菜中佢係對牙呢
料理每家亲戚家的前后嘅私房料理，电脑杯买嘅规模相同。这感觉很扎实，有没有？这是我们客家妈妈自己在家里自己用的，它很干净，而且它晒得非常干。你仔细闻，还有一种太阳晒干的味道。对，所以这个梅干差别就在这里。用心拓食材，用心来做，一出菜迎合时代，有种快感受味道。也用嘅梅干菜，做客家嘅梅干菜。啲梅干菜虽然我做到样程度，实在无简单啦。虽然讲，佢算应该半只客家人啦，但是佢做这样东西哈，留个客家米做出来，又唔係講老以前那個較快嘅也較無嘅油來就用無，就也講即無簡單啦。我本來唔敢食煮味嘅嘢，我就是伊咧感覺講，當順口，是伊咧當順口吼，是伊咧當嗰個入口甲有跟個梅乾菜的味道，吃到一個綿綿細細的感覺，跟個很順口，都好食。劉彥程美國後團員客大水鼓，團員客談作風嘅食物，因為也背後有內一團團的故事，唔單止團主食有關，每團文化有關聯。其實我覺得台灣今天會之所以有這樣的美食出現，歸功於它的歷史。但是它為什麼這些歷史？因為它的地理，因為它的地理環境造成了哪些人來，那哪些人來就創造了這些歷史。然後歷史就會創造文化，文化就會創造你的美食，所以從這樣倒推回去，你就可以認識更多的東西，這樣子。用心料理台灣各地蔬菜嘅食材，後面會搭配本小食韓國精彩嘅呈現，劉彥程希望用美食向前世的人，甚至想到迎合嘅好奇心。本人唔單止食到美食，讓韓國認識台灣嘅片土地。